帮忙。非常完美。可以吗？这样。准备开始拍吧。咦，聪明。小小，怎么会是你啊？王老师呢？王老师谁啊？不知道。但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想你喽，我过来看看你不行啊？哎，好啦，我是来试镜的。试镜？啊？别闹！我没闹，我来参加池氏集团新一季代言人的试镜，一会儿准备在这儿拍点东西什么的。哎，但是刚刚我来这个棚的时候是王老师他们在拍啊，我没走错棚啊。这个楼里棚挺多的，估计他们去别的棚了。行啊，小小，你现在都已经开始试镜啦。改天混上了代言人，我也可以好好的跟朋友炫耀炫耀。你呀，我有点熟悉，真是。那你好好拍。嗯。可以了吗？稍等。怎么了？你也来拍一张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不会的。没事，你看镜头就好。来。哎，快过去帮忙！小小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样？小小，你醒醒啊！聪明。我在。我有件事情想问你。我答应你，宋小小，只要你没事，我就做你的女朋友。他又出现了，这次他又做了什么？莎莎，池总，池总，这海报上不就是他吗？哎，对啊，是池总啊。进来。老板，
关于新一季的服装广告，因为和之前的代言人合同已经到期了，这一次启用的是新人，是由国内顶尖的时尚团队DG工作室一手打造的。这是样片。这个模特是谁？是之前来面试的新人，叫宋小小。之前没有什么走秀的经验，但是DG的医美老师一直坚持用她，说她对时尚的把握有独特的见解，而且效果确实不错。有他资料吗？有的。看这么明目张胆的参加广告拍摄，真是够嚣张。照片上的模特和老板好像啊。老板，老板。啊？他我不是很满意，换另外的人代言。老板，但是我们的时装发布会已经定好了时间，如果现在换人的话，那可能会来不及了，而且咱们的损失也会很大。这是你要解决的事情，不是我要解决的事情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经理，你找我啊？池氏集团你也去过几次了，熟门熟路的。你去交接一下允氏系列的后续程序。又是我，又要见到这么那个大变态了。别唧唧歪歪的了，那边工位都给你安排好了。哦，是，我马上就去。经理。是谁啊？这个呀，领头的就是 DJ 的灵魂人物，人称中国版时尚女魔头的医美老师。医美老师。后面跟着的是他的御用造型师、御用摄影师、美甲师，还有吉他手呢。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助理啊！不过啊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好吗？只要医美老师来咱们公司呢，那就只能有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哎，就是关于咱们新产品的代言人问题。咱们老板吧不想用那个模特，但是医美老师吧一定要用那个模特，这不，过来开撕了。模特是谁啊？据说咱们的代言人啊，长得跟咱们老板特别像，而且比咱们老板更加白嫩。据说呢，还是个90后的小鲜肉。那个鲜呀，简直就是个移动的荷尔蒙机器。是小小。哎呀，看你们总裁的任性指数呀，我大概也知道他是多有钱，可是钱对我没用，我是个很爱惜自己羽毛的人。用大明星文杰，哼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，我能不知道他啥样吗？啊，就一绣花木头熏过的腊肉，能和我们家小小这个小鲜肉比吗？这纯属我们老板的个人喜好，您千万别生气。哎，您到那边去休息，这件事情我一定帮你解决，一定帮你解决。苍明，你来了。金秘书，刚刚里面怎么回事啊？他们两边掐起来了。掐起来了？就你们老板那样，还有人敢跟他掐架？就金老师一个人不停的在说，从头到尾我们老板就只说了一句话：出去。宋总助，你来了，老板正在里面发脾气呢。我先走了。不就一个模特吗？哪有这样的必要？是不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没什么，这件事儿已经定了，换那个明星文杰。那好吧。
的小鲜肉估计没戏了。我刚听金秘书说，总裁已经把他文件夹里的小鲜肉的照片换成那个男明星了。只要那个文件夹送到企划部啊，很快就会送到印刷厂。再见了，我的小鲜肉。池总好。出来吧。其实我是可以解释的。说。这个事儿吧，这个代言竟然是属于小小的。作为他的女朋友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得帮小小把代言抢到手。可恶的迟墨，我不会放弃的。石总，你要回家啦？我想起来我还有东西落在那里，可不可以载我一程？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，默认了。